烧水茶果迄款烧水烧水茶果迄款的。好，来，咱讲一个咯。烧水我你有茶果，讲着啥？茶果啊，烧水果，茶果。烧水茶果。嘿，对，嘿，烧水。我咁袂使茶啉水。但是会当会就茶果啦，就茶果啦，嘿，就茶果来，茶果啦老。师是不是茶果？提不起来。哎呦，袂歹，对啊。来，有分数。恭喜哦，得到第2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啊哈，来，老师小。可笑甲无力安尼哦。我食果水啦，是茶果就好啊啦吼。嘿，啊毋过，嘿啊，当然你会想到讲，一般拢会即个用烧水去泡茶嘛。泡茶。所以你会想到烧水嘛是正常啦吼。啊毋过除了当然茶果是大部分人拢讲茶果，但是嘛过去嘛有人会用无共款的讲法，就是第二字无共款的讲法去讲啦。啊嘛有可能是因为形体小可无一定是这种形。嘿，这个形应该就是茶果，啊，毋过嘛有个人会用茶盘呐，还是讲茶罐呐，甚至一个更较少人讲的，过去书店有捌收的叫做茶碗啊，等等。嘿，啊，毋过啊是即马大家拢讲茶果啊啦，其他就较少听到啊。